报告署长，生给我带去台东了。那你来解释了，你不是河南大学的医师个吗？我第一天去医学院报道，我觉得我的人生就要改变了。我想到打仗嘞，那年中秋，我跟我弟说，往后我每年都会让他吃到月饼。心一横，我从军去了，没想到当兵当到这儿。干什么？我老婆快不行了！我女儿就需要他弄开。我来嘛，追！侬是大医生，侬最伟大，我只是个小鸡，我该死。要是没打仗，我是不是就有机会变成一个真正的医生？要想成绝，就得自个成全自个。来吧，咱们再练会儿。